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1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佛光山南台北院为了庆祝佛祖升德日，对今仔开始1日到13号，总共准备了10万份的腊八粥，要甲市民分享。上午由总主持亲自传领，先将2000多份分别送往市府、议会以及乡组村有线电视等等，场面相当温馨。每一当农历12月8号，就是腊八节，嘛是世界牟尼佛升德纪念日。每一届来到这个日子，佛教团体拢会准备腊八粥甲信众结善缘。在和由佛光山南台北院总主持满洲法师以及师兄师姐亲自将腊八粥送到市府，由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并且伫现场诵经为台南市祈福。今天呢，我们准备了2000碗的腊八粥来送给我们黄市长的市府团队。感谢人民公仆以及为老百姓服务的大家。我们祈求佛陀加持黄市长这个正宫康泰。祈求我们台南市平安幸福，感恩佛光山各位师兄师姐，大家能够这个提供腊八粥我们一边这个感念佛陀当年这个接受一碗粥能够证道成佛。那一方面在现今的社会，我们也要更多对于社会弱势以及社会上需要帮助人不吝这个伸出援手，不吝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这个人间是有温暖的。伫结束市会行程，满洲法师就开始前往市会送腊八粥，由议会秘书长郭延斌以及议员王家珍代表接受。代表我们台南市议会议长呢，谢谢各位也感谢我们大侠这王家珍议员我们都叫他大。为人很忠义，很诚恳，所以说呢，我说大侠呢，今天很感谢他安排这个活动，在此呢，我仅代表台南市议会呢，我们的诸位议员还有我们议长、副议长呢，感谢各位，感谢上门下周师傅，您的好意，我们心灵，谢谢您。佛光山南台北院最后来到乡组厅有线电视台，将这充满祝福加感恩意义的腊八粥送予乡组厅电视台所有员工，让大家会当吃平安。吉祥，如意，祝大家诸事吉祥。佛光山南台北院表示，伫国历1月13号当天，南台北院卖举行祈福仪式。现场提供数万份的腊八粥，予信众免费来享用，欢迎市民朋友做回来感受福运。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但是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其中民进党提名人郭国文在1号上午公布伊的政见影片。影片当中，除了对选区的规划，毛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赞声，甲市长黄伟哲的小挺支持。随着民进党立委补选的初选结束，得到提名的候选人郭国文，嘛连伊展示了伊对第2选区当中的14区的政见甲规划。在1号上午特别公布了这支影片，内容除了有相关的政策以外，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甲新任的市长黄伟哲，嘛拢伫影片当中相挺。郭国文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是一位好人才。郭国文进入国会。争取台南建设，让台南继续进步。就交给你了，我会加油。那与其说是政见的汇整，不如说是这14区的一个田野调查。那把地方的一个心声
跟未来的一个期待，把它汇整在一个影片当中，更希望能够透过中央与地方日后的连结，地方政府与国会部门共同的努力，能够早日实现这些地区民意的一个反应。那也是透过所谓的行愿造福的方式，那把这些每一个人的愿望能够行使出来，那造福地区，造福社会。对着初选，郭国文表示，14号才开始登记，未来补选是三脚督，也则是哪里对决，到现在嘛还未确定，但是伊将会安排无同的对应策略。因为在14号到18号才会有登记，到时候是三脚督还是两军对决，这样拢还未确定。但是呢，如果是两军对垒的话，跟三脚督的情势是不太相同。那还有看到不一样的人员的组合，也有不一样的因应跟准备方式。那如果说以谢龙介来说的话，他强而有力的地方是在空战，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网红级的一个地方的政治人物。那类似这一种呢，可能就要采取空对空的一种对战的方式哈。那陈小姐的部分呢，她其实资源非常的庞大哈，在这一个争取征召的过程当中，旗海飘扬哈。那所有的看板呢，排山倒海。那每天出去外面看到他的看板都会有压力，嘿。然后他算是财力相当的雄厚。然后面对这种资源庞大、财力雄厚的人，我可能会采取地对空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一个对象跟排列组合，我都要有一些调整跟因应不同的战术跟战略。会后，郭国文也提出民进党的提名书，伊表示这张提名书代表的责任非常重大。伊嘛希望民众会使多多加以支持。如果若是当选，一定会为台南争取更较侪建设，为地方解决问题，是现至14区的承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于滨海第17线的本年桥是安南区进入市区南北向的主要道路，不过对去年6月施工以来，就传出2件交通甲公安事故，所以议员李启伟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甲施工单位检讨。位于安民路二段的本年桥改建工程，目前正实施单边施工，不过因为对去年6月施工以来，曾经发生2件交通事故。其中一事警示标志无清，造成不幸。对此，议员李启伟伫父亲李文正陪同，特别召开记者会，除了希望厘清责任，加强相关工地安全的设施，同时嘛检讨政府工程无准则、不时卡掉停坐文化。像这条滨海公路吼，才做好20几档啊，为什么即马搁咧拍掉，搁要停坐？吼，这有当时啊，吼这工程的一个腐烂啦，这启伟认为这有哪咱的政府机关有哪爱来做一个检讨啦，这个是毋是讲咱有哪爱搁去甲这个责任爱搁去甲厘清，看到底是这个，因为咱的公共的这个这个交通维护的一个措施抑搁有哪有不足的所在，还是讲看到底这个责任嘛？是虾米人的一个问题啦，对此，高局甲负责工程的西滨南工务段队长以及水利局等相关单位嘛，拢出面说明。对了，明确表示，目前本年桥进度超前的工程，预计到明年9月就当通车。至产生交通的冲击甲安全问题，伫档案汇报嘛拢有充分的检讨甲厘清，希望确保日后所有人车平安。台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为了关闭新公里北新2号桥的东北边，大约1.5公里的所在，有一个高达37公顷的开发案，因为对2个月前开挖种地到今，一直无看到任何的工程标示。有当地居民甲环保人员拢质疑，这到底是甚物开发案？更反对是违法，会破坏当地环境。关务区新光里这片绿地原本有一个小小水窟啦，但2个月之前煞开始开挖种地。上界奇怪的是，并无任何工程标示。当地民众向关务区长来询问，才发现该工程范围虽然高达37公顷，而且一定动工，煞无经过环评，也无下到水土保持的执照。当地民众拢唔知影，因认为这是违法来开发。
环保团队也要求市府爱讲好清楚，讲好明白。你环评完全没有走，环评程序你本身你也开发行为来开时阵，你开发单位本身就要检送环评书送给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所谓环保局。环保局了后阵哦，将这物件去送啥环保署，环保署伊5代志来一定要查证。即话审核结果了后阵哦，一定要去回报吼，即啥，即个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即马落开刷评会，这是没有经过2阶环评的时阵。你如果经过2阶环评，你本身就去做环差的分析，所以伊本身拢无安尼做嘛，而且你本身是当地乡亲的时候，拢完全唔知影，所以足明显的是无经过环评的程序啊，当地乡亲无人知影嘛，莫名其妙嘛，唔知我到底是啥物物件，话要惊死嘛。即马佮我讲水土保持的部分，水土保持的部分照水土保持法第7条，伊本身若准开发义务人吼，水土保持人，像即来讲，你本身若要做任何开发行为，一定要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申请。水保局吼，你本身像即来讲，水保你本身就没有尽到这个叫监督的责任。这个开发案已经进行2个月，不但将山坡地来污侵，将环境拢破坏了。当地民众对着这个开发案是毋是会造成空污、水污染、水患、噪音、废弃物等等的问题，一概唔知影。所以，互当地民众非常的烦恼，也要求市府爱正面回应，唔通互违法的工程继续来破坏着咱台南的环境。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迈向个人化社会以后，造成侪独居老人无人到照顾。不过，为伫咱安平的菩萨社区，主要当地志工队多年来拢主动关心。现在迎接过年，区公所的替代野人嘛做伙投入关怀行动，希望帮助较弱势长辈会当过一个好年。安平菩萨社区的志工队过去拢会主动关怀社区内的独居长辈，替因尿血压、陪因开讲等等。这看起来真一般的工作，有的志工一做就是20年，到现在甲长辈变做朋友，甚至长辈嘛会主动关心志工，嘛互因非常感动。看到咱嘛是会想到咱家己是大人，阮兜的是大人拢走啊啦，咱以后嘛会剩食老，嘛会剩因安尼啦，嘛以后嘛着到咱会向关怀有一天啊，对不对？像是我感觉关怀着因吼，有一半个吼，因嘛是跟咱足有感情。大家啊有哪会甲阮互动，会关心我，阮嘛是关心你。若来因兜，毋领量血压啦，量体温啦吼，就问伊看有需要啥，若要服务，阮来甲服务。随着过年的脚步愈来愈近，长辈除了需要陪伴以外，有真侪人是无法度家己摒扫出来，所以安平区公所的替代野人嘛做伙投入关怀的行列，协助长辈整理厝内。互因会使迎接一个清气温暖的新年。因为我们这一年就是跟安平区公所一起帮忙一些老长者或者是社区活动中心的服务。那今年就是岁末了，所以我们来将菩萨社区志工一起去关怀独居老人，然后去他们的住所，然后去看他们有没有平常没有打扫的地方，或是需要帮助的地方。那对我们这一群人来说，我们是只来1年。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志工妈妈们是从以前做到现在，可能都已经做了20几年，30、40年都有了这样子。那就是
一路看他们这样子都没有间断的在服务，我们都觉得蛮感动的。那就是看这一年我们替代役1年内可以帮些什么忙，就尽量帮忙这样。现在高龄化的社会，长者的陪伴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透过社区甲区公所的关怀，期待会使带动更较侪民众主动关怀独居长辈，互整个社会变甲更较温暖。但新闻国语采访报道。咱台南有丰富多元的信仰文化，嘛，互台南大学文族系师生先选定万里东安宫的12宝指定作为实作课程。上因第一批的文创作品，也是宝子艺人的儿童绘本正式出版，而且以后该绘本嘛将送到新疆国小作为乡土教材。伫南区区公所万里万年文史推广协会甲地新人士合作，台南大学文族系师生以万里地区作为教学的场所，透过实作课程来导入文化资产的保存。其中就设定大安宫的5马宝指定作为主题，由学生李可梅来设计完成这本儿童绘本，希望用简单明了的内容，和在地学生用来认识宝指定的文化。在整个传统上，同安宫的12婆姐镇保存的，就是保留的非常好。对，然后其实我在画的时候，毕竟就是说传统它在，应该说它在传承的时候会有一些缺失或是什么，可能在找资料上面还有待加强。可是希望就是说之后可以再更完整的去把整个东西叙述出来。这本儿童绘本的诞生，上午台南大学嘛将第一批文化创意作品向前线关键和东安宫中为文献。这一次也很高兴，透过我们万年文史学会跟我们国立台南大学的合作，跟我们同安宫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五妈婆祖的这义正风华哈，用绘本的方式啊，把它简单的绘画下来，作为我们小朋友的乡土教材。也很感谢我们李可梅同学哈，非常精心的制作。我想对于保存我们在地的文化、扎根我们的这个乡土教育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台南大学表示，这摆伫万里的作品只是一个开始，后一个阶段也会甲保安宫、圣化堂等当地庙宇合作，借出来保存、提供在地文化资源。台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第一位以艺术鉴定方法的学问，得到英国艺术博士的教授叶国新，伊开10档的时间所写的一系列艺术鉴定册，不但有专业的知识，同时嘛要让民众知影如何判断一件作品是真的也是假。希望教大家以科学的方法去分析每一件艺术品。墨海春秋总共有6大册，75万字写下了近代水墨画每一位名家的作品甲深度分析，同时也教导读者要安怎个别针对着无同款的作者，用纸材质、风格、构图甲笔画等等的线索来判断是真的也是假。这嘛是英国艺术学博士叶国新教授，伊开了10多档来写册所出版的重要艺术鉴定册。墨海春秋，古今书画鉴藏艺术的这个专书的南部场的分享会，书友的分享会，这是很荣幸，因为我写的这套书75万字，那总共6大册，那里面2000张图档是我飞到全世界各地，那亲自去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很多都是博物馆不曾发表过的资料，那我经过把它做成特别的样本，然后去把它做比对分析。那我里面也介绍很多古代跟近现代的作伪的方式。那这种作伪方式可以让现在，因为现在艺术品已经变成一个有钱人的资产艺术配置，所以诈骗，然后一些艺术的诈骗等等的这种假画诈骗层出不穷，所以。我在里面把古代跟近现代的他们怎么去做假画的一些方式秘诀，我就分享给喜爱艺术的读者，避免他们再受到2次的伤害。墨海春秋这一系列用了10档的时间才创作出来，嘛是艺术界当中相当罕见艺术分析甲鉴定册，相当具有收藏甲用来参考的价值。作者叶国新也来表示，这套册采用限量的模式来发行。全世界只有2500本，其中印刷的细节拢做啊非常完善，
去年新册发表会编号第1号也已经由企业家王文洋以着将近100万纳入收藏，可见《墨海春秋》是相当珍贵的册。单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根据了解，乳癌患者伫化疗过程可能面临心脏无力等风险甲副作用，所以市立病院中医部团队特别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使用姜黄甲蒲公英等中药，不但当减轻化疗所引起的副作用，还当降低乳癌搁再压起来几率。市立病院医师郭佑瑞指出，乳癌的患者常使用的化疗药物艾霉素，也就是俗称的小红莓。因为具有心毒性，使用后容易造成心律不整、心衰竭等。因此，伊的研究团队在1997年到2010年的健保资料库当中，筛选出48000多名曾经接受小红莓化疗的乳癌患者，发现其中有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得到心脏衰竭竟然比无接受中医治疗减少30%。后来透过文献加资料库，更加发现姜黄、蒲公英、白花蛇舌草、加黄芩等4种的中药，降低化疗引起的心衰竭，更加高达70%以上。包括姜黄、蒲公英、黄芩，还有我们的白花蛇舌草，这4味药是中医常常使用的一些中药，也是一个抗氧化、具有抗氧化力的中药。那我们之前在临床的研究，或者是在国际期刊都有做统计，可是并没有人讨论它跟心脏、心血管的这些就是小红莓化疗药的副作用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就从健保资料库里面筛选这些大数据，用了4万多例的这个数据筛选出来，原来这4味药不只是临床有效，在健保资料库里面，它更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些心毒性降低到70%以上。其实那个小红莓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一个作用副作用是在于说，因为小红莓它会产生许多的抗氧化物，那这个抗氧化物它需要一个叫做 catalase 一个酵素，另外一个需要铁的帮它把它消除掉。可是呢，这些心脏里面因为刚好缺乏这个酵素，然后呢，这个铁离子就在心脏里面非常的多，那刚好就没办法把这个过氧化物，也就是说会产生这个毒副作用的这个物质去除掉。所以其实小红莓对于心脏，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心肌纤维的影响非常大，有时候往往不可恢复。郭医师强调，这4种的中药，因为拢具有抗氧化的能力，会用来降低小红莓自由基，造成细胞的过氧化。目前这项研究不但伫中医类的国际期刊来发表，而且伫乳癌的患者临床应用，嘛得到了真好的疗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9度到25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